皮皮陪悠悠一个乖乖吗？其实小狗一天在屋头也没啥事情做着，为了生疏，也吃了几个月的减肥可过烦了。你这些个月皮皮瘦了8斤，再吃不到乖乖，鸡皮都生气了。这上面的这个是蓝莓，不是发霉。那就好。隔屋的主食罐挖起来很扎实，里面加了啥子东西都是肉眼看得见的。哎呀，等下嘛，我感觉我的手术要赶不上皮姐吃的速度了。其实今年8月份做的第一次手术，我们就是吃的隔屋的主食罐。术后吃罐头主要是考虑到比较好消化。手术后的恢复除了要注意营养均衡以外，还是要关心下小狗的内心状态。有空还是可以多去陪一下它。如果天气比较冷，还是要注意保暖。吃完饭都背着到我，小屁股啊！要这么久呢？因为这就皮姐恢复的比较好，我们就提前去测线了。那今年都能干。